Stelle, the Dringan zu Lonzenisch, das die Tugita. Die 23课，第23课了是那lon在你是什么吧是吧？它lon在你是什么吧？考的讲是了是那颜色了是那看到成长是吧？颜色，它成长讲的黄色了是那毛不？橘色了是那领导，那是 orange color 的橘色，黄色了是那色不，是吧 ？yellow 类的色不，绿色了是那浆果 green 的绿色。蓝色了是那红不 blue 了，深蓝色我那 dark blue， 紫色了是米不 purple 类紫色，白色了是那咖不，黑色了是哪不，灰色了是那胶，那就下那个 grey color， 咖啡色了是米不 brown coffee color 那个样子。粉红色的洛克来就多少现在那了，冰可了，新家了那的多少新家呀？人家去洛给他成了的。第23课，颜色，红色，橘色，黄色，绿色，蓝色，深蓝色，紫色，白色，黑色，灰色，咖啡色，粉红色。这个冷色开始来了呢，它村长老了，村长，你我就看到来的是吧？因此你搞了来的，我的这个来个，等不等你开始来呢，村长，白色，搞了我村长搞我呀，白色，第几了？黑色，拿不起。第几了？红色，毛红色毛去。第几了？蓝色，我不去，我不。紫色了是那米布类的米布，当然一起同学那宝贝类的宝贝呀。绿色了是那浆果，绿色。银色了是那我给成长，我呀我。银色。金色了是那谁给成长，谁给搞了去了？金色。灰色了是那特拉多，这看了我的当个做的 grey 了呀，我的了我的灰色呀，这里村长当然一，当个做村长了，看了我的了呢，村长了颜色，哎呀，这些呢。